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进入但以理书第10天的共读。今天早上，我们要请家生长老带领我们大家来做开始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赏赐给我们有好的一天，好的睡眠，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一天。所以我们早晨起来，我们就是要来赞美你，我们要来听你的话语，要来读你的话。主啊，求主你让我们有安静的心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我们也要将一天所有的都献给你，求主你来掌权，与我们同在。这时候，求你让我们的灵魂苏醒，有好的属灵胃口，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也让更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来配合教会的领袖读经进度，一起来参与圣经的攻读。我们现在要开始，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在但以理书第9章是讲到在大流士的元年，那是但以理他在异梦当中在但以理在禁食祷告当中，然后与向神来祈求，而神就派天使加百列来向他解释这个意象，特别是70年满的时候，那有70个7的意象。那这70个7呢，或是7个70是关于不是只有以色列人、犹太人，甚至是关于全世界的人，在这个上帝的计划当中的安排。那今天要进入的是第10章到第12章，是但以理的第4个意象，从第10章一直串联到12章。那但以理的4个意象呢，分别是4个兽的意象，公山羊、公绵羊的意象，然后是70个7的意象。那第4个意象呢，是关于大征战的意象，那一直从第10章到最后的12章来结束。那在这第4个意象当中呢，可以看到，就是在波斯王古列的第3年，那也就是第9章的3年后，那天使再次来向但以理来显现。那在显现当中呢，但以理和天使之间的对话，特别是关于为什么这个祷告21天当中，这个天使所发生的事情，或是使者。那特别在第10章当中，这一章里面，这个跟但以理对话的人，这个使者，他的身份还有他是谁那也是这一章一个可以来观察的重点。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第10章。首先先请家生长老带我们来读第10章的第1节到第3节。好，第一节，塞鲁士做波斯皇帝的第3年，上帝向又名伯提沙撒的但以理启示一个信息，这信息是真实的，但是很难了解。但以理在异象中得到解释。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3个星期，我整整3个星期没有吃正餐，没有吃肉，没有喝酒，也没有梳头。好，那但以理的名字是神是我的审判好，那在这里又讲到伯提沙撒，好，现在还是巴比伦时期但以理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呢，可能已经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那但以理呢，他为了这个第4个意象呢，他悲伤了3个星期或是悲伤，好，那也指悔改，好，就是说在跟前面的第9章，好，3年前，好，他的认罪，或许有相连，好，那在3个星期当中呢，好，禁食，没有吃正餐，没有吃肉，没有喝酒，好，没有梳头，和本是翻成没有用油抹我的身没有用油抹他的身，可能也是包括头发的意思。好，那在这里呢，这个时期呢，有一个很清楚的时期，是在第4节的时候，讲到正月24日。那
正月24日呢，好，从开始一直到21天的这个禁食完，好，到正月24日，那表示他从正月4日到24日当中21天，好，那犹太历的正月24日呢，就是从逾越节这当中呢，经历了逾越节和除酵节啊。好，逾越节是正月的14日，除酵节是正月15日到21日期间。所以在这段期间当中呢，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期，那就是从正月4日当中会到10日，就要取羊羔来预备守逾越节，到正月14日的时候呢，就要开始进入逾越节的安息。那对，正月15日是逾越节的安息，那正月16日呢是每一周的安息。那接下来是这个除酵节。好，7日的时间哦，好，所以这对犹太人来讲，好，那这是每年的一次的这个重要的节期，那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在新历当中，好，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受难周到复活节的节期当中，所发生的这个禁食，但也在这当中的禁食。那在这当中的禁食呢，是把这个日期记在这边，是有它背后特别的意义和安排。好，那么接着再看第4节到第9节。第4节，正月24日，我站在底格里斯大河边，我抬头一看，看见一个人穿着细麻纱衣服，束着金金做的腰带，他的身体像宝石发光，脸孔像闪电发亮，他的眼睛像火一样闪烁，手臂和腿像擦亮的铜那么光亮，他的声音洪亮，有如一大群人在呼喊。只有我一个人看见这异象，跟我在一起的人并没有看见什么，可是他们都非常恐慌，逃跑躲藏起来。我一个人留在那里观看这异象的景象，我一点力气都没有，脸色大变，没有人能认得我。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俯伏在地上，失去了知觉。好，那在这个大流士王啊，好，就是居鲁士，就是古列啊，他在位的第3年，好，那已经有一批好的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就是由所罗巴伯所率领。那这一批的犹太人返回呢，大约有5万人。那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第一个就是要来重新在那边生活，甚至后来他们要重建圣殿。但是他们重建圣殿当中呢，很快就停工，所以我们可以从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就可以看到，他们甚至呢后来停工呢就停工了将近20年了。那在这个哈该书和这个撒迦利亚书都有提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这应该是这些第一批被掳归回，他们已经归回耶路撒冷，那已经开始在准备要建造，但是也正在没有办法继续建造的时候。那在这个日期呢，这个时刻刚才讲就是在逾越节的节期。那但以理呢站在底格里斯河，就是大河，就是两河流域当中，抬头看见，那这样的形容呢，和合本这样写，看哪，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法的纯金腰带，他的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臂和脚如明亮的铜，说话的声音像众人的声音，就是描述的非常的完整哦，从外表从头到脚，甚至到他的声音，就如同这个一开始但以理所说的，这个话是确实的，这个意象是真实的，并且是整个指大征战的意象。那这样的形容呢，在启示录第1章12到16节，以西结书第1章16节，第10章第9节，都有这样的形容，人子出现。那从启示录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意象，这个人呢，并不是一般的使者，那这是耶稣，是耶稣。那但以理他可能没有听过耶稣，或是还不认识
耶稣的这个整个来龙去脉，但是呢，在但以理书的第7章13节、第8章15节，那但以理都有看见人子的意象形状像人所以这已经对他来讲不是很陌生但是这次呢是第3次他来描绘出关于人子的意象。所以在这当中呢，他让但以理呢觉得这个大意象呢，他形容这是一个奇异的景象。那和本是翻成大意象。那在这大意象当中呢，他浑身无力，面容变色，毫无气力，甚至一听见这个人子说话的声音，他就沉睡失去了知觉，失去了知觉。沉睡的意思是说像死了一样，像死了一样。那这很像就是这个不管是摩西然后见到这个荆棘被火燃烧等等，好像就是如同来到上帝的这个宝座前非常神圣的时刻。好，接着再请加深大们来读10到12节。第10节，突然有一只手伏火，使我用手和膝支撑着，但是我仍然全身发抖。天使对我说：但以理啊，上帝非常喜爱你，站起来，留心听我向你说的话。我是被差派到你这里来的。他说完了这话，我就站了起来，人在颤抖。于是他说：但以理啊，不要怕。自从你第一天谦卑的在上帝面前祈求明白这异象的意思，他就垂听你的祷告。我就是来为你解释的。好，谢谢。那很多的解经或是在这一章里面的解释呢，会认为这是一个天使，包括我们现代中译本直接翻成天使好，那这天使，那因为后面又提到了天使长加百列，那这是一个小天使吗？好，如果比天使长再小的天使来对但以理来讲天使长要做的事情，那为什么但以理曾经也跟加百列有对话过？那为什么看到这个小天使他需要有这样子浑身无力，面容变色，毫无气力，甚至听到说这个使者说话的声音就像死一样，脸伏于地。好，那在但以理书第10章第3次的见到这个人子的时候，并且特别加上这样的形容，想必他所见到的这一位不是只有一个天使，单纯的天使，而是一个使者。和本翻成有一只手摸我，使我膝盖和手掌颤抖。他对我说，就是这个摸他的手，好的说，那这个手呢是谁的手？好，那应该要跟第4节所看到这个人穿细麻衣，腰穿乌法纯金腰带的来结合。好，那如果这是主耶稣对他所说的话，好，那跟天使对他所说的话，好，那这个意义相差很大。好，那蒙爱的但以理要思想我对你说的话。好，如果这段是主耶稣直接对但以理所说的，好，那这段话就很重要。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这但以理我就站起来。他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自从第一日你立志要明白，又在你神面前刻苦自己，你的话已蒙应允，我就是因你的话来的。所以这个但以理的大意象当中，见到了人子，又听到了神对他所说的话，让他本来心中非常的害怕。但是呢，神呢却给他一个说他是蒙爱的人，并且上帝非常喜爱你只管站起来。那这个时候呢，但以理还是害怕因为我们看到这章的结束，但以理后面他才会得到平安，后面他才会得到力量好，那这个声音先给他，这个信息先给他，就是不要害怕你是要思想我对所说的话。因为神已经回应你的祷告，就是讲到在这个逾越节节期，或是这个犹太人被掳归回的第3年，那这个但以理21天的禁食祷告，要求这个意象，或是要求关于上帝的心意，
好，那由这个人子来到他面前，甚至让但以理在更大的害怕当中，好，给他一个关于将来的意象。好，接着再请家生长带我们读13到17节。13节，但是波斯的护国天使拦阻我，使我耽搁了21天。由于我单独被留在波斯，有一位天使长米迦勒来帮助我。现在我来为你解释将来你同胞所要遭遇的事，这是有关将来的意象。他对我说话的时候，我盯着地上看，哑口无言。于是那位仿佛像人的天使伸手摸我的嘴唇，我就开口说话，对他说：我主啊，这异象使我软弱无力，不断地发抖。我像一个奴隶站在主人面前，我怎能跟你说话呢？我已经没有力气，没有气息了。好，谢谢。好，所以在特别像17节这里，他直接对这个跟他说话的叫做我主，甚至形容他自己，他没有办法，他像个奴隶一样，好，在主人面前，好，他怎么能够跟他说话？所以这几个很关键的地方，好，让我们知道对他说话，或是用只手伸手来摸他，让他颤抖，膝盖和手掌都颤抖的这个人呢，眼前这个人并不是一般的天使，因为连这个加百列天使在对天使长加百列在对这个但以理说话的时候，他都没有这样的情境发生了。好，那这里这个从13节这个主耶稣来对但以理说话的时候呢，好让但以理明白上帝非常喜悦他，但是呢又透露一个但以理并不知道或是全人类也不知道的信息，就是连这个在这个约伯记当中的约伯也不知道信息，就是有这个属灵征战。那在这个征战呢，就是波斯的护国天使，好，那旧的和本翻成波斯的魔君，和本修订版翻成波斯国的领袖。但是这不是地上的领袖，是灵界的，是我这个人子耽搁了21天，由于我单独被留在波斯，有一位天使长米迦勒，那或是和本翻成天使长中，或是天使大军、天使王子，有不同的翻译，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因我被留在波斯诸王那里那现在我来，这个人子来，要对你解释你同胞所要遭遇的事情。好，所以呢，本来第一天但以理开始禁食的时候，这个人子就要来到但以理的意象当中来向他解释。但是这21天当中，3个礼拜让但以理持续的禁食，不吃肉，不喝酒，不抹油，不梳头，那是因为在这个启示没有办法得到，他就不断的禁食祷告。好，所以15、16、17有提到。好，那这个波斯国的魔君和本的翻译原文是波斯国度的统治者。好，那现在他是在波斯国度居鲁士第3年，就是古列王的时期好，那或是指波斯国的王子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单数的形态，所以不是复数，所以在这边的意思应该是指波斯国的守护神，而且是只有一位守护神。那现代中文译本把它翻成护国天使，天使的话会让我们觉得好像一位比较少，会是很多位，但是这应该是一个比较高阶或是临界的那个掌权者，执政掌权者是单数一位。那另外呢，为什么他要来拦阻这个人子向但以理启示异象？很有可能就是波斯国的守护神阻挡。有一个说法是因为神的信息如果一旦被宣布，就是启示揭开揭露。好，那昨天我们讲到那个封住封住其实就是保持这个状态。当这个本来是没有人知道的信息，上帝没有把这样的启示说出来，但是这个一旦揭开了揭露了那可能呢就是上帝说有就有命定就立，所以这个对整个波斯帝国就没有转圜的余地。所以这一次呢
这个人子来要宣布的是波斯将会灭国的信息哦，所以波斯国的守护神或是执政掌权者掌管那幽暗权势的这个管辖空中的这个执政掌权者呢，就要来阻止这个预言这个启示被揭露被传递给但以理，所以就是在这个灵界属灵当中的大征战了。好，那如果我们用天使对天使的征战也可以看这段经文。好，但是如果是进入到像马太福音第4章，这个路加福音第4章，耶稣和这个撒旦魔鬼的对话征战，也是可以来解释这段经文。好，我们再继续往下到最后11章1节，再请加深长老。好，18节，他再赐福我，使我恢复了力气。他说：“不要害怕，上帝非常喜爱你，你平安无事，要坚强。”他说完了这话，我觉得更有力了。我说：“我主啊，你使我的力气恢复了，请把你要说的话告诉我吧。”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吗？我来是要把真理书上所写的启示给你。现在我必须回去跟波斯的护国天使作战，以后希腊的护国天使要出现，除了守护以色列的天使米迦勒，没有人能帮助我抵挡他们。11章第1节，他担负帮助我、护卫我的责任。我现在要告诉你的话是真实的。以上。好，谢谢。在这个但以理被这个人子给他的启示之后，揭露这个属灵征战天上属灵征战的这个奥秘之后，那这个人子18节再一次来服但以理，那但以理才这个时候才恢复力气，那人子对他说：“不要害怕，上帝非常喜爱你，你平安无事，要坚强。”好，那和本是蒙爱的人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要刚强，要刚强。所以这句话呢，真的很像主耶稣对他的门徒、对他的学生所说的话。好，那特别记载在第10章。好，所以我本人认为呢，这一段的经文呢，应该是要用人子的角度来看人子跟但以理的对话，而不是只有一位使者或是只有一位天使。所以这个形状像人18节，这个和本是写形状像人，那现在这一本直接跳过，就是把它用他。那这个形状像人的人子呢，出现在第7章、第8章、第9章、第10章。那再一次的来摸我，再一次来服但以理。所以但以理呢，才在这个时候恢复力气，然后说：“我主啊，你使我的力气恢复了，请把你要说的话告诉我吧。”所以前面但以理呢，可能领受了这个21天，他这个人子被波斯的魔军或是波斯的守护神拦阻，但是现在但以理可以对话，真的开口了，所以他想要继续听。好，但是继续听呢，第10章最后2节，你知道为什么到这里来吗？好，我来是要把真理书上所写的启示你啊。好，所以这个是现在这一本有把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前后结合起来。好，那这样的翻译是比较通顺的，就是这个人子来的目的，这个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好，这位人子来的目的，就是要把真理书上所写的，和原文就是真理书上。好，所以这个真理书上当然就是指圣经。那在圣经上所写的启示，那但是就走了，到底启示什么？其实整段从第10章一直连续看下来，就是知道说这个第4个大意象就是一个征战的意象。那这个征战意象不是地上的征战而已，包括是天上的属灵的征战。所以如果我们抓住这个重点，我们明天读第11章到还有后天还有是分2天读，我们会比较容易一点，否则我们会把这个第11章定位在地上的征战，那我们就必须要用很多的解释来解释但以理书。
好，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第10章的意象当中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好，那即便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好，但还会再重复再发生。好，因为它是直到上帝的事情、上帝的计划成就。好，所以这个征战呢，就是波斯只不过是开始，接下来还有希腊。好，那既然有波斯有希腊，表示后面还会有罗马。好，后面还会有这个两个腿，好，两个脚，好，这个半铁半泥，好，会有这个欧美好的各个第三个国都会有属灵征战。但是这个人只说，除了守护以色列的天使米迦勒，那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记载哦。好，如果没有这个记载，好，真的以色列人、犹太人或是我们都不知道，这每个国呢都有一个守护天使哦。好，所以这个米迦勒呢，好，被认为是这个整个以色列人的守护天使米迦勒。好，那也会有很多对天使学、对天使有研究的，就会开始去寻找，是不是每一个国甚至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守护天使。好，但是在这里翻译很清楚，除了守护天使以外，没有人能帮助我。所以这个我呢，就不是小天使，就不是一般的天使和使者，连全国全以色列的守护天使都要来帮助这个说话的这个人。可见这个对但以理对话的这个人地位是不是是更高于天使？连米迦勒都负担帮助这个人子护卫人子的责任。所以他这个人子所说的话呢是真实的。好，所以和尔本的翻译好也是一样好的角度哦，就是我要将那记录在真理之书上的话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天使米迦勒之外，没有人帮助我抵挡他们。至于我当马代的大流士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现在我要指示你确实的事哦。好，所以可见这个跟但以理对话的人，他的地位、他的层级更高于这个米迦勒啊，米迦勒。刚才好像讲到加百列去了，好，加百列是这个报好信息的天使。好，那所以在关于第10章呢，会有很多的图，但我觉得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更好的图。好，那也不是这章最好，就是没有办法去超越。我觉得是维持文字，但以理书上的文字是最好的。好，那但是我们要抓住，就是说在但以理书第10章，好，它所指的对象是谁？如果我们把它定位在人子，那么读到第10章到12章，那这个在但以理书的最后的结束，以及但以理人生当中，其实才是他的真正的最高峰哦。好，不论他年轻好，或是他在巴比伦好，在地上的波斯好，他都爬到人生的最高峰。但是在但以理书让我们看到他在人子面前的对话，还有他的这一切的这些的意象的揭露，才是但以理书他人生的最高峰。好，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呢，让我们可以思考，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9章、马可福音第2章，都讲到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当但以理在禁食祷告、忧伤难过的时候，主耶稣来到他的身旁，但以理只能够负责忧伤和难过吗？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他们就要禁食。所以禁食是因为神没有同在，但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应该要抓住更重要的机会，而不是耶稣跟我们同在，还用忧伤的心来禁食。所以这个人子向他揭露，也是使他有力量，使他有平安，使他的禁食可以告一段落。所以但以理他不用每一年禁食21天。很多的教会有在推动禁食，每年或是每一段时间要禁食多久。但是如果是但以理的一生，他的确是有21天的禁食，但是他绝对不是每一年都有这样的禁食。好，重要的是他领受神的话，领受神的信息，领受神的同在。以弗所书6章12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所以他也揭露了这个真理书上的信息和这个大意象，就是我们在世上的确会进入到征战，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也是约伯他所不知道。其实约伯他早就进入属灵征战当中，但是从头到尾约伯记的最后结束他都不知道。所以在旧约时代的人
可能要一直来到了先知书，特别是但以理书的时候，才能够清楚知道原来在灵界也有为我们征战的天使，甚至还有一位人子。这位人子，我们到了新约就知道，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他也在为我们征战，率领的使者为我们征战。这不是地上的人能够参与的，但是借着祷告就可以。真正有效的祷告是按神的旨意来求。约翰一书5章14到15节，而禁食祷告使我们的灵更敏锐，心也更柔软，得以听见圣灵说话，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来求。罗马书第8章26到27，也是圣灵帮助我们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祷，也让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谢谢嘉森长老，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主耶稣赐给我们有平安，让我们在地上能够过着在天上的生活。我们要先明白这当中的罪恶的拦阻，还有在灵界当中那执政掌权者管辖幽暗世界属灵气的恶魔对人对上帝的工作，对上帝旨意的破坏。因为恶魔害怕上帝的话成就，这个魔鬼担心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以至于用各样的拦阻，使人没有办法领受明白上帝的心意。主，我们今天再次透过但以理书的第10章这个上帝向全世界向世人所揭露的大意象，属灵征战的意象，帮助我们，让我们要时刻的警醒，并且穿戴全副的军装来抵挡魔鬼的仇敌，并且借着上帝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能够来砍断、来灭尽那恶者对人的一切的攻击。愿上帝与我们同在，也愿上帝你守护我们。我们今天并不是依靠守护的天使，而是借着圣灵，而是借着神的话，就能够得到力量，就能够勇敢的向前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平安。